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第2届第8次定期大会上午正式开议以后，将展开为期70天的议程。会中议员蔡耀辉率先以市府行政无中立等等的定词发言来阻挡议事，结果引起侪议员对咧强烈质疑。代理市长李梦叶也公开回应，官员需要回避原则。今年议会最后一个大会会期上午10点正式开议，在技术人员选读听书委员会决议甲议程以后，议员蔡辉的率先开炮，除了以联教议会教育补助、甲输由公立化的预算等等有所出入，要求市府预算退回定编以外。另外，针对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甲议员配合办活动、开记者会会刊，拢招官员列席，甚至也有官员加入参选人媒体内的群组，强烈质疑行政无中立，也引发国民党甲无党籍议员对咧批评。黄伟哲切进咱市长的资源做嘢证件，咱市长拢唔捌甲抗议歹。啊，阮国民党的无党派，恁好甲袂甲要死光拢唔对。黄伟哲讲的，你拢要甲插，安尼会互感觉咱行政有没有中立啊？对待方式，市政府给了我们的答案，也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告诉我们，包括无党籍的同事，台南市政府现在到底是不是黄伟哲的团队了？啊，阵若要甲破嘛，等动算甲破，啊，无动算的，急甲安尼。会看清吗？敢会看清？大家自我节制。我希望说，让市政府的官员回归他们的市政，各阵营的候选人不要来骚扰他们。我请我们各位同仁也要这样做，比较理想。面对这议员的批评，民进党议员嘛出面反驳，强调黄伟哲以立委的身份关心地方建设，而且市府团队为建设说明、替政策辩护，理所当然。伊身为台南市会选出来的中央的民意代表，来关心台南市的发展，这敢有啥物款唔对吗？这敢有牵连到啥物国民党的、甲民进党的，甲牵连到行政无中立的问题吗？因为咱市员也是里长，本来就是要关心咱地方的这个建设啦，所以议员邀请咱市府团队。倒一个局处负责倒一个业务，邀请因出来会刊，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这本来就是应该爱做的代志啊。议会开头一天，拿列双方就因为牵涉选举的敏感，为了争执，嘛互市长公开回应。伊认为伫正式会刊过后，官员有必要回避，避免困扰。包括国民党，包括无党籍，包括亲民党，或者是台联党，我想只要是居民来邀请。我想我们都会来参加做说明。那可能就是也会请各位议员体谅，我也跟同仁讲，就是如果在会刊之后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属于它政治型或者比较稍微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或者说画面，那这个部分就请各位同仁必要的时候做一些回避以免引起相关的一些困扰。市长伫回应以后嘛，结束议员的听书发言，顺利进入施政报告，正式展开为期70天的大会议程。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今年强力推动私立幼儿园公立化，想袂到政策正式实施半冬以后，因为要配合中央准公共化托育的主张，所以咱的政策确定取消。上午嘛引起议员的关心。对此，市长表示，今年度已经配合实施的9间私立幼儿园，学生的受教权拢未受到影响。但是今年首创的私立幼儿园比较公立收费的需由公立化政策，对2月试办以来，现在已经有9间幼儿园加入。不过因为要配合中央所提出的准公共化托育，嘛，互咱这项政策确定取消。
面对该项政策转弯，该相关办公税税收拢是用伫教育补助。如此以来，相关托育政策中央甲地方并无同步，上午伫议会嘛引发侪议员关心。你要讲清楚这样的政策，你到底跟我们刚刚推出的私幼公立化又有冲突？你是即摆政府是咧做安那？打2月较杀出去要试班的尔，打开始咧做，你鼓励业者来参加，结果马上中央讲卡，这无会做啊！咱舞弄规堆，私立要公幼化，这件代志我嘛伫议事厅一直强调。我们就照我们的每个家庭的小孩子0到5岁，他们有几个小孩子，我们要补助的就直接落实在这个家庭，唔免讲，咱得过来私立公幼化，这件伫顶次会我嘛讲过，安尼较公平啊！你也管他伊要读较有名的名校，还是要读庄卡的学校，那是家长的选择嘛。面对议会甲家长的关心，市长表示，107学年度配合市府所加入的9间私立幼稚园，所学生的受教权拢无受影响，幼儿保障到毕业。而家长每一档幼儿只需要交22920块，一直到明年度的新生才会配合中央的版本。0岁到2岁，从这个增加到6000块这个部分哈，那目前我们的了解，它是85%。是由中央补助，那么各地方政府大概是负担15%的部分哈。那么那另外2岁到4岁的部分，这个目前我们的幼托的我们原来的公幼私幼化的政策，推动从2月份推动到现在，目前是有9个幼儿园9个幼稚园有报名参加，所以这些已经报名参加的，我们会维持这样的一个补助的标准，直到这些小朋友到毕业。为止，那明年开始，我们会针对中央全国统一的新制来配合这个新制来实施，那么到届时是跟6都一样的统一的原则，所以原来已经核定的9所的幼儿园的学校，是持续到这些小朋友毕业为止，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补助的比例。根据了解，行政院通过少子化政策，准公共化托育补助8月实施。不过，咱6都则是明年度才会正式上路。未来2岁到5岁囡仔就读非营利幼稚园，家长每个月负担未超过3500块。那上私立的，一般家长每个月嘛未超过4500块。台湾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的农产品甲渔产品质真好，不过要外销到国外的时阵，因为欠缺设备甲流程，造成农渔产品容易损害，互台南市的外销市场受到限制。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就提出新的政见，要伫将军建立大型的冷冻加工厂，才会当创造更加侪商机。农产品甲渔产一直是大台南经济重心，但因为欠缺大型的冷冻厂会当存放，所以真少会当外销到国外。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看到安尼的缺失，所以规划了农渔冷链双核心的政策，希望伫咧北平的将军港以及南平的安平港会当建立着冷冻中心，来提升产品的外销价值。这样的芒果这边已经开始有黑点，那如果我们要送到日本的这个市场，这就是破豆壳。那这样的黑点在明天就会变到这边来，在3天内就是遍布黑点，在1个礼拜应该是5天内就全部就已经变成3级品。一个好的农产品会变成这样子。那大家常常看到这样子的这个鱼、这个海鲜，我们上海产店常看到，其实这是海产店的摆设，但是在上面跟下层的温度是就不一样，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摆设，其实常常过晚上就是海鲜店晚上5点开始开业，到晚上12点，这些东西就不是就不是那么新鲜了。简单的说，就是从生产出来，水果摘下来或者渔产包捕上来，到它出去，一切都是在低温的，整条供应链都在低温的作业的环境下完成。不管是木瓜还是红来有真济就是讲生产过剩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甚至就是说，在
我们西北，我们有很多沿海的区域，就是在斜甲、北门、将军、七股哈这些区域里头，当然就是渔获量都是非常的多。那每一年单一的鱼种的一个渔获量15000吨，其实咱台南刚有法度消化1500吨。那甚至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消化的这一个加工的这个渔获量，我们要再到我们的嘉义，还是再到云林去，让别的那个县市来加工处理。只要会当将这寡农渔产品做适当的冷冻、保持新鲜、包装、冷藏来发送，这一系列的流程建立完成，会当大大来提升着这寡产品外销国外机会。对此，市府农业局也乐观其成，表达高度支持，希望冷链双核心建立完成以后，会当大大来提升着台南的经济竞争力。咱的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为了协助农渔产品冷藏甲加工，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上午推出农渔冷链双核心计划，希望促进大溪北地区的发展。虽然这项政策共党的议员参选人林树杰认为政策袂歹，不过伊也认为应该将安平港业纳入，安尼才会当互台南的渔业发挥上介好的功能。民进党议员参选人林树杰表示，大台南养殖渔业一档大约7.3万吨，就算市府未来伫个将军渔港建立水产的冷链物流中心，上济嘛敢若会用负担其中的1万吨利益。因此，林树杰呼吁，应该爱将安平港纳入规划，设立水产的加工、冷藏、仓储甲包装外销的冷链物流中心。而且吼，我们要主张讲，咱安平渔港应该来结合着咱水产的加工，以及着冷冻库，甲即个包装外销，包装外销物流冷链物流中心，会当，互咱安平周边、安平港周边，这一寡闲置的土地，会当得到充分的利用。再来就是讲咱渔港遮的近海的渔船作业的渔获，会当伫咱当地来进行着即个加工包装，毋免落去送去外县市。即个冷链物流中心，伊会当来结合着即个观光工厂的即个设计，引导着外来游客，来回顾着咱当地的即个渔业的即个发展。林树杰强调，因为本身嘛是从事渔业，如果冷链物流中心会用结合观光工厂，一方面不但会用活化安平的现地空间，创造就业机会。另外，嘛用带动观光，解决渔民水产加工的需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农历6月18日是猪王爷生，位伫安南区的12殿南天宫，经过10几冬来努力传承，甲媒体报道，成功将免费过7000平安桥经由等仪式，转换成所有市民对着地方庙会记忆。今年12殿南天宫延续传统，7月30号礼拜一将举办猪王爷圣诞庆典系列活动，邀请民众前往参与。在殿南天宫为了庆祝地府王爷圣诞，每时当拢会举办猪王爷生庆典活动，为了让庆典更加精彩、闹热有意义，也特别结合卡拉 OK 比赛。7月21号暗时对安南区初赛起跑。当然，当头去7月30号拜一，地府千岁圣诞当天，都有各有奖、高背景、各社团团牌招收大典。现场嘛提供现煮的红圆加素食糯米，互新生代表食团圆、食平安。另外，免费过7000平安桥前游的消灾祈福，每一档更是吸引数千人参加，场面盛大闹热。走到了，我们快，去快，去快了。哎，对了，
在地蓝天宫主任吴顺德表示，蓝天宫建庙高达已经140多栋，主要服侍地府陈税、文行圣地甲天上圣母等尊神，成为显赫。今年延续传统的习俗，诚心邀请客家、先贤大德、各友乡拢做伙莅临指导，共沐新温。也欢迎民众做伙小酒来拜拜、斗热闹，共同为地府王爷圣诞祝寿。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全国电子全新通路品牌2大店，上午伫台南市东区全台第4间分店正式开幕。强调新潮、数位甲科技的2大店，不但空间大，同时阁邀请各品牌设立专区，提供上介好的服务。伫年轻总经理林正勋的带领，过去强调家电服务为主的全国电子，现在再创全新的通路品牌。全国电子2代店，上午伫台南市中华东路展开全台第4间店的开幕，强调新潮、数位甲科技，就连开幕式嘛结合商品甲机器人的舞蹈演出，相当新鲜。Digital City 是全国电子的全新通路品牌。台南中华东店占地共有200多坪的展售空间。我们全新规划了许多大小家电的商品展售，各品牌专区的陈列，从装潢设计、商品的陈列，都呈现了 Digital City 新潮数位科技的品牌概念。同时，我们也拥有完整的资通讯商品及服务，光是开机展示的电脑就多达了50款以上，可供消费者民众实机操作体验。现场除了邀请全国电子的董事会成员共同剪彩，另外业者嘛邀请各品牌的资通讯甲家电协力厂商徛台，共同宣示通路甲厂商的全力合作，提供舒适智慧新生活。其中在地企业上主请甲3冠龙有线电视，嘛甲通路结盟，提供现场的资讯甲新办。欢迎台南的乡亲一起来参与，一起同乐。那为期大概有10天的一个周年庆的周期，真的乡亲一定要来这里见识一下台南新的新地标。那再来，我们也跟双子星做一个第4台的异业合作。对，因为在地经营的第4台已经是非常久的历史。那跟他合作的部分，以后就是让民众有一些询问的问题，还是新办的一些问题、合约的问题，都可以透过全国电子一个媒介，轻松来跟第4台业者来做一个交流。对，这是我们以后异业合作的一个在地联盟，那也希望提供给乡亲一个最优质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理念。为庆祝新店的开幕，民众只要伫8月5号进前购买指定的家电，除了有9折的优惠，另外还有满千抽奖、甲电脑分期的免利息等优惠好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工务局为了落实路平专案，用2天的时间，将道路管线多位资料全面改版到新的系统，再加上手机APP 的查询甲监控，互五路的管理更加方便有效率。
即马伫台南市要进行五道路的工程，工程单位想要查询路面下底图面资料，会当讲愈来愈方便。伫咧即场道路挖掘管理成果发表会上，会当看到干务局即2天来将系统改版，提升了很大的效率，也结合手机APP， 方便会当远端来管理、监看，有效控管着工程进行当中的品质，以及工程结束了后的检验。互每一档上万件的五道路申请案件会当执行甲更加有效率。都要求全部都用手机，包括从施工前，然后开始切割，然后开始开挖、围填等等，这些全部都用手机去传。那原则上的手机没有传的部分，我们的系统上整个都发现，所以我们是利用这种方式去取代，因为毕竟我们的钱毕竟是真的比较少啊，所以没有办法像台北、桃园那些就是成立一个道管中心。所以我们这算是一个小型的。另外呢，这不是只有我们还有成立一个台南市的道路挖掘管理中心，把一些重要的管线叫进来。但是我们是原则上不是叫他们24小时轮值啊，我们只有大概礼拜1到礼拜5的上午的部分会请他们进来。所以大概这样运作下来，我们其实台南市的部分已经有达到某种程度的一个成效啊。透过科技化的管理，佮加上资讯的透明化，互五路这件代志会当提供予所有台南市的市民朋友随时来监控，也借此一步一步来提升着台南市的道路品质。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基金部日前有一位20岁少年家，因为工作忝，回去休困的时阵，突然间呼吸袂顺，然后就失去意识。好在在厝内人发现，一边做 CPR， 一边通知救护车。经过救护人员 AED， 甲病院体外心肺复苏术，才成功救回性命。医师强调，一连串救命的环节拢真重要，而且袂当中断。根据医疗的研究，如果人的心跳停去，若无及时的处理，伫咧4到6分钟，脑部就会因为缺氧来受损。10分钟后，脑部就可能永远死亡。因此，量早的 CPR 加电击去颤就真重要。基美医学中心急诊部医师蔡长志表示，为了抢救性命，对早期的求救、CPR、电击去颤到病院的高级救护，每一个环节拢真重要，而且强调袂用中断。一般我们周遭亲朋好友的时候突然倒下的时候，除了我们做第一时间帮他做求救的部分以外，其实他第一时间帮他做 CPR， 串起这个生命之念。后续的救护人员持续的 CPR 到1月之后，他才有机会造成救回来他的生命的部分以外，脑部才不会缺氧过久。那因为统计下来的一般脑部缺氧时间，只要倒下4到6分钟，脑部缺氧就开始造成伤害。那这些伤害是永久性的伤害，所以第一时间如果大家有警觉到发现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快帮他做求救的部分以外，要帮他做急救的部分，然后脑部的缺氧的部分能够不要再继续超过这4到6分钟最重要的黄金时间。到1月之后，救护人员、医护人员接手做这些急救，能够把他抢救回来生命。那最重要的价值是，他还有办法把他脑部里面的意识状况、他的功能保留得下来。医师强调，这名年轻的男子对厝内突然间心跳停去，到出院照护，前后20多天。靠的就是家属的及时发现，做 CPR， 甲救护人员不断的接手送病院，到病院的急诊、心脏内科的整合照护，就是成功救回生命上好证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29度到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